係 Kelly 陳若琳，我係一位嘅電視電台主持，亦都係一位嘅專業司儀。喺過去嘅嗰個學年呢，我就喺珠海學院任教新聞及傳播學系 News Anchoring and Program Hosting。同學咧上堂嘅時候，通常都會問Miss 啊，做主持嘅時候上到台點樣可以執生啊？點樣可以有多啲嘅臨場應變技巧啊？又或者係做主持訪問人哋嘅時候有 dead air 點算？喂，有嘅話好尷尬㗎喎。嗱，呢啲嘅問題咧，我就會喺課堂上面一一咁為同學咧去解答㗎啦。大家就算唔睇電視都好啊，都會睇下 YouTube 啊、Netflix 啊、Instagram 啊、Facebook 啊，俾個 like 我啊，或者俾個 comment 俾你，呢啲咧就叫做新嘅媒體啦。我哋本科嘅課程咧就會一齊去捉緊時代嘅轉變，等大家咧可以了解喺行內多變嘅結構，喺課堂上面咧就練習多啲嘅講稿啊，等大家可以咧打好個基礎，增加自信心，從而咧同學仔出到嚟社會做嘢嘅時候咧都唔需要咁緊張同埋咁擔心，可以好容易咁同社會接軌。